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内阁最后一波国安团队的成员，早起是由前总统赖清德亲身来公布。外交部长是林佳龙，国防部长顾立雄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，国安局的局长是蔡明彦来留任，海基会董事长是郑文灿。赖清德讲，伊邀请国安团队专业、看领域各会当来合作，讲团队的成员拢是上优秀的人才。 包括未来的卓院长以及我们的国安外交新团队都到齐。第二波新人数由前总统赖清德亲身公布国安团队。除了是一时之选之外，也具备了以下几项特性：有专业，而且是要跨域的专业跟跨域的经验，有默契，又能够合作。 跨领域各有专业性，会当合作，可当小练手，是赖清德组成的这支团队重要特色。几位人选受到关注，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转任国防部长，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接任外交部长，国安局长蔡明彦留任，外交部长吴钊燮转任国安会秘书长，前国防部长金德发接任体育会主委，海基会副董事长曲水正转任陆委会主委，行政院副议长郑文灿是转任海基会董事长。未来国防的工作不单是 国防的业务，还有牵涉到国安，请顾立雄来担纲，可以说是不二人选。我们都清楚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，除了可以好好为台湾开拓外交空间以外， 也可以展现他内政的行政能力。强调两会拢是跨领域人才，另外郑文灿接任海基会，麻烦解说做是大政府向北京释出善意，要来透开两岸对话交流。只是国台办今日讲，无论由谁担任海基会，关键伫咧赖清德敢有承认一个中国官职的九二共识。郑文灿现场嘛摕手机影重申赖清德竞选时对两岸的愿景，不卑不亢，维持现状。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，用交流取代围堵。中国要有自信啊，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，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。佮就要强调中心四大和平之条理念，以守护国安为目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